农业虎尾，毋是干那一个口号，是学中对这块土地的认同甲感情，所以学中踏入基层的政治，伫代表会服务，担任代表主席的职务。十几年来，学中的服务毋捌停，咱虎尾29里行透透，拢水路、排水沟、路顶、粪扫的处理，乡亲的大小需求，学中一定尽力做甲到，因为乡亲的代志就是学中的代志。学中希望将咱虎尾建设做一个照顾安心、工作安心、经济安心的好所在。加油，老师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。台湾照常看看。学中嘛提出6000个希望工程，照顾每一个族群，打造城乡共赢、世代共好的幸福虎尾。时大囡仔阮来顾，少年的打拼变烦恼。咱用心，互进步来实现。咱做伙来拼出虎尾的好将来。虎尾乡亲斗阵行，斗阵拼，拼出咱虎尾的好将来。时大囡仔阮来顾，少年的打拼变烦恼。